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3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酱油。这个酱油又出事了。这两天我在网上一看热搜，全部是千和味业零添加这个酱油的事情。出现这样的事情，本来也不应该奇怪，也就是见怪不怪。但是这个千和味业啊，这次确实把大家都给侮辱了一遍。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大家我的天呐，之前一直以为零添加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现在你告诉我零添加它就是个商标，真是该打。最近有媒体向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检测了13款宣称零添加的酱油，测试结果显示2款检出镉，7款检测总砷，这2个是啥呢？一个可能致癌致突变，一个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所谓千和零添加，其实千和零是它注册的商标，这一下大家都不干了。千和零酱油公司股价也在4天内蒸发9.5亿。但大家先不急着骂，说实话，我看到时感觉天都塌了，但仔细研究一下才发现，这事还真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吓人，而可能另有隐情。听我跟你仔细扒一扒。我们来看查出来镉和总砷含量，抛开剂量谈毒性，只能是危言耸听。检测结果显示，这些酱油镉含量在每千克0.005到0.1毫克之间，总砷含量在0.006至0.1毫克之间。依据我们国家标准，酱油总砷含量是每千克不超过0.5毫克，未对镉做要求，这不是才到标准的1%吗？怎么被媒体说的那么严重？然后我研究了一下，这些重金属也不是添加进去的，而是生产原料的原因。这个砷和镉主要存在土壤里，因为生产酱油的原料是大豆、小麦，土壤中微量重金属就会被它们吸收。所以说，除非你是纯勾兑的，不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那我们平时吃的谷物、瓜果、蔬菜都可能含有，所以这13款酱油其实都是达标的。而这其中唯一只有一个叫魏士达的品牌没有检测出来，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当然这也不代表没有，可能只是含量太低检测不出来，但是媒体却把魏士达捧了出来，是不是该捧？确实。不过你们知道这个魏士达是家什么企业吗？它是新加坡独资企业，所以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你想起曾经莲花味精那套？所以这是怎么说呢？国内厂家用零添加作为噱头，和大众玩文字游戏，这种风气确实得制止，而且得狠狠的治。反正我以后是不会买他们家的了，也得多留个心眼，千万不要成为别人手中砍向国货品牌的。先看一段视频，你能想象得到千和零原来它是个商标，它不代表零添加的意思。我们先不要说零添加是什么意思，总之千和零不等于零添加。千和零这3个字，千和加上个数字0，原来是个商标，而且它那个0还挺大。我想起了以前好像有那种纯棉内裤，你一看你以为它原料是纯棉内裤吗？但人家纯棉内裤是个商标，你说你上哪儿说理去？他那个卖的酱油上面千和2个字不大，那个0字是特别大，突出0鸭蛋。我现在看那个0，那就是对消费者的一个嘲笑，你们这些人智商低，活该，不骗白不骗呢，对吧？贾涛老师能骗你们，我为什么不能骗你们呢？千和零就是一个商标，就想让你误解，以为零添加。现在我看到这个酱油瓶上面千和零，这个满满的是讽刺。这个千和零的商标设计刻意放大0，这个明明白白的就是在误导消费者，就是让你产生错觉。它不仅是在嘲笑、愚弄、玩弄消费者，它更是在玩弄监管部门，在玩弄有关部门。这种商标居然能够注册成功，你不能不说这个商家他把他的心思并没有用在什么怎么抓好产品质量品质让消费者放心，而是把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集中在诈骗欺骗，本末倒置。我也不说他产品质量，我只说他这个营销。现在告诉大家，原来千和零是一个商标，不代表零添加。这个我想比贾涛老师偷税漏税人设崩塌对正能量价的伤害，这个千和零是个商标，对消费者的伤害还要更大。这种赤裸裸的伤害，这就是侮辱，这就是不仅对消费者，对监管部门那是一个嘲笑监管部门的无能。这个已经不是违法说偷偷摸摸的偷税漏税，已经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说里面什么杂质添加什么东西，配料表不干净虚假，好歹是掩人耳目，这个是公然侮辱，当众打脸。就冲这一条，这样的公司
它应该还继续存在于这个市场上吗？还有必要吗？如果这样的公司大家还去支持它，还去买它的酱油，这怎么对得起自己？这样的公司，如果你不把它抵制到，你看国外的马斯克已经很牛，星辰大海，把人类带往火星，带领人类探索未知的太空，他很厉害。这个我们不能否认马斯克在企业商业领域的这种成功。你别管他是有人说他是诈骗，这些不管怎么说，他确实在做很多事情，但是由于他无休止的攻击乌克兰的这种抵抗事业，助纣为虐，为这个侵略者伸张。即便这样，马斯克这样的，他也遭到正义之士的抵制，他的特斯拉销量暴跌，特斯拉的股价暴跌，这就是消费者给他的回应，这就是资本市场给他的回应。如果马斯克继续一意孤行，那么他特斯拉很有可能要倒闭，破产的也可能据说特斯拉那个 X 就是收购的那个推特，很有可能被那个银团要把它拿走。因为当初这个马斯克收购 X 收购推特他是贷款的现在马上到期了，如果还不起，马斯克的股份也要被人家拿走。也就是马斯克这么牛的人，他只要愚弄了这个正义，愚弄了这个善良的人们，他一样会遭受这个叫反噬。你一个千和林卖酱油的，居然也能这么公然侮辱大众。我觉得如果这样的公司还能在咱们市场上横行，这也确实意味着咱们在食品安全这一块已经无药可救，因为它这个标志可以这么玩营销，玩概念。如果这样的公司能活，以后会有更多向千和林学习。你怎么惩罚？这有标杆在，这样的公司还是个上市公司，我觉得金融消费者也应该抛弃他的股票，这是不诚信，这是公然不诚信。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零添加，零添加到底什么意思？是这种食品行业是不是这些厂商自己营销出来的一个噱头？零添加到底有没有行业标准？到底有没有这个或者企业标准？按照千和自己的说法，这个一看坏事败露了，千和味业对这个舆论进行回应。3月20号晚，千和味业发布致歉声明称，酱油产品检出微量铬来源于原料。千和林是公司注册商标，经自查，该系列产品符合公司生产工艺要求，除生产所需的食品原料外，未使用食品添加剂。21日，千和旗舰店客服告诉南都记者，产品配料表都是应标尽标，没有标的就没有加。你看，就在这玩弄字眼，那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加，反正我没有加零添加，零添加等于这个食品安全标准吗？我没有干坏事，因为你生产个酱油，你是品牌方，你是最终生产方，你拿出来产品，你的原料不过关，别人送来的配料不过关，导致你的生出来产品达不到标准，这个跟千和味业没关系，因为我没有添加，它这个逻辑你看这把中国这个文字玩到极致，你添加不添加，你要对你的产品负责，你最终这产品是从你这儿卖给消费者，你就得为它的安全负责。所以你看第二个涉及了这种厂商玩弄字眼，零添加它就是让消费者产生错觉，零添加等于没有，因为这是不同的概念。零添加表示它只能保证我生产厂我没有添加，只是最后出来了有没有你自己检查，检测有，检测没有，标出来配料表上面标的有，没标没有，把食品安全当文字游戏，这种企业还有存活的必要吗？零添加本身就是它炒作的一个概念，它已经在误导消费者。咱们片头的那个视频也说了，你任何东西你如果撇开了这个量，你不谈量，光谈危害，那没有意义，那就是吓唬人。你知道空气中有多少病菌吗？有多少种？你说你每天喝的水里面有多少种细菌吗？当然了，视频中提到什么国货，什么外资品牌这个是不是又是个阴谋，准备把国产品牌全部搞倒，外资进来？对消费者来说，不要什么国货外资品牌，我们追求的是食品安全，谁能提供安全的食品就用谁的，跟什么外资国货没有关系。这个国人专坑国人，国货你怎么不去这个国内的什么永辉等等那些超市去买东西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山姆去买东西这个时候还在搞民族主义，还在这搞什么国货外资，蠢之又蠢。这个厂家也开始狡辩了，因为原料里面就带有砷，难道这个还需要消费者负责吗？这不是你厂商自己负责吗？你的原料你要自己把控，自己收的原料不合格，你能赖谁？这个像极了夹头，自己偷税漏税。这个国税局已经说了，他是主观故意，
偷税漏税，但是他能狡辩成是 MSN 机构骗了他。这个千和味业一样，他狡辩明明是他自己在愚弄消费者，玩弄消费者，玩文字游戏，现在被抓住了，被识破了，他把这个责任推到这个原料上面。千和味业发布致歉声明说镉存在于水、土壤各类农产品中，酱油产品检出的微量镉来源于原料。说酱油主要原料中的镉限量为大豆小于等于 0.2 毫克每公斤，小麦小于 0.1 毫克每公斤，食用盐 0.5 毫克每公斤。公司使用的原材料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这就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你前面又说零添加，这个忽悠消费者，让消费者误以为里面没有这些有害物质。这个镉重金属超标会掉头发，各种莫名其妙的病跟重金属超标有关。那个砷就是致癌物质。千和味业指出，千和林是千和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是公司零添加产品的重要标识。千和林系列产品是零添加产品，不存在蹭热点、混淆零添加概念的行为。虽然公司产品符合相应国家标准，但前期与消费者沟通不到位，把消费者已经玩弄这么多年了，今天来个沟通不到位。沟通不到位什么意思？这里面还有消费者自己的原因，让消费者产生了误会，我们对此深表歉意。晚了，我记得有一年是酱油出事，是海天被人发现，在香港在日本卖的海天酱油又贵，真正的是零添加，是这样的。这事搞到国内，大家就开始骂海天酱油，你怎么还区别对待？你卖到日本的酱油就是好的，给咱们自己人吃的酱油里面什么乱七八糟都加。海天很委屈，那个时候消费者开始，大家都把自己厨房里面的海天那个一系列调味品全给扔掉，换成千和味业的千和零添加。那个时候千和零添加跟着后面做了一波营销，蹭热度，说我们是绝对零添加，这一下掉沟里了，这叫反噬，这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在想，一家上市公司拿了股东的钱，居然就干这事，一个氢产是遥遥领先的大国，连个酱油都造不好，这愧对薇薇老师。薇薇老师容易吗？他那个 MSN 机构现在正在恐怕被调查有没有偷税漏税行为，因为他旗下最重要的一个艺人，这个当红炸子鸡加头老师已经查出了偷税漏税，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有可能是个窝案。薇薇老师现在恐怕是提心吊胆，你说你这个千和味业，你对得起薇薇老师吗？但一个上市公司把自己的精力是放在营销上面，放在这个耍字眼上面，愚弄消费者上面，偏偏不用在提高工艺、提高质量、产品把关、原材料把关。我不知道这个潘东来、山姆他卖不卖这个千和林酱油，我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有网友知道的可以留言告知。难道千和林给山姆或者给潘东来又是特供？很多品牌方、很多厂商给这种山姆或者潘东来，它是特供，那标准就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是叫千和林，从这个山姆卖出来的，恐怕它标准它就符合标准；从什么永辉超市卖出来的，那就是开盲盒，对吧？爱是啥是啥。千和味业企业总部所在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了，说产生网络舆情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派人前往涉事企业，正在对商标与零添加的情况进行调查，进展还未反馈过来。受近期事件影响，3月21日早盘，千和味业股价走低，盘中跌幅一度达 5%， 本周累计跌幅近 9%， 拉长时间线，该股近一年股价跌去约30%。我想，作为大消费，千和味业作为这个胡氏里面一员，也就是说，让金融消费者看一看，胡氏5000多家上市公司都是些什么货色。就是你说就这样的公司，说胡氏要走牛，走慢牛，让每个投资者还赚钱，这不是一个笑话吗？从上到下都热衷弄虚作假，假报表、假上市、假产品、假商标。零添加是一个营销概念，不是国家标准，但是这些企业把营销概念偷换成国家标准，对吧？这是愚弄消费者。我记得在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很多网友说过，我们很多人喜欢吃土鸡蛋、本鸡蛋，农村里面养的鸡，我都说过不要迷信，因为从来没有人去认真的检测过农民，就是你那个地方农民养的鸡还有下的蛋，重金属超标不超标，抗生素超标不超标。因为很简单，因为你的源头被污染了，你他妈那个地方连土都被污染了，重金属污染那一定是水源或者土被污染了。
它随着农作物或者是植物残留在植物里面，这个动物鸡鸭吃了这些植物，又吃到肚子里面，下到它的蛋里面，恐怕都有这些东西。千和伟也说，葛、参都是大豆，都是原料里面的残留。所以我说，很多人不要迷信什么土鸡就是好，营养价值高，说不定你那里面的铬、重金属超标很严重。我们出口到欧盟的鸡蛋，去年对不对，被人退回来，那就是抗生素超标。我只能说，作为中国的消费者，真是不容易。还有什么能吃？还有什么东西能信得过？作为韭菜，也只能寄希望于山姆帮我们把关。这也是为什么山姆火爆的原因。我不太了解，我也想不明白，连一个黄焖鸡米饭，连一个酱油，连这个食用油用什么车拉都搞不定，都没有办法掌控把控的情况下，是怎么搞出人工智能的？这是怎么搞出芯片，搞出什么鸿蒙系统，搞出智能驾驶？这玩意儿靠谱吗？难道这个食品安全，黄焖鸡米饭，难道这个酱油它技术含量比那个人工智能高吗？更难吗？比制造光刻机、制造芯片还要难是吗？如果连这个食品安全都抓不好，你怎么让人相信你的科技大发展？这个不太好理解。还是说这个食品安全不值得、不屑于去抓？但我们的企业把精力放在营销噱头上面，对吧？放在偷奸耍滑上面，那放各种卫星、各种大跃进，那就能理解了。各种追赶、超越、弯道超车。就论含铬来说，千和排第一，海天排第二。你说说这叫什么世道？这个实现了追赶超越，两家都是上市公司，也怪不得连俄罗斯人呢都瞧不起大国人呢。确实也难以让人看得起，对吧？造假无处不在，谁知道加藤老师这样的浓眉大眼、堂堂的爱国正能量，他居然偷税漏税，也就是造假。哪个角落无孔不入，清场是遥遥领先，很有可能包括加德老师还有薇薇老师，他们在偷税这一块也是遥遥领先。要不怎么叫清场式？就但凡有的他都领先。所以说这么一说也是名副其实。误导消费者这一块我们已经实现了遥遥领先，羞辱监管部门这一块也实现了遥遥领先。现在唯独还没有遥遥领先的就是产品质量这一块，食品安全我们正在路上，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遥遥领先。追赶的时间越长，我们韭菜的身体素质就越好，百毒不侵。我想起了那个叫科莫多朱熹，咬一口猎物，那个猎物就中毒了，一般的10几个小时以后会慢慢的痛苦的死去，感染。这个科莫多朱熹就跟在后面，等到那猎物不行了再上去撕咬。这以后我们中国人以后出去跟人战斗，不行上去咬一口就行了，敌人都会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感染而死，再一次遥遥领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